特雷莎梅出任英國首相，佢出人意料咁任命前倫敦市長約翰遜擔任外相。喺肯尼亞，懷疑係青年黨極端分子喺警察局槍殺至少5名警員，以及搶奪1名守衛嘅配槍，其後被特種部隊擊斃，結束對峙嘅局面。南蘇丹首都朱巴嘅衝突造成至少272人死亡，預計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。據報道，現年82歲嘅日本明仁天皇將會史無前例咁喺幾年內退位，不過官方否認有關消息。法國舉行閱兵慶祝國慶日。